想要保持家庭和睦呢，千祈唔好劃走啊！八姑今日想同大家講，人老咗之後呢，4件事寧願爛喺個肚裏邊，都唔好同仔女講啊！第一件事就係財產上嘅分配，好多家庭矛盾因為父母財產分配而起嘅，即使仔女係孝順，亦都唔希望父母偏袒兄弟手足喎。一旦分配不公，就會引起仔女嘅不滿，影響佢哋嘅感情。真正聰明嘅老人家呢，係唔會將啲財產分配掛在口邊嘅，而係偷偷地安排好，做到公平唔偏心。第二件事呢，就係偏心嘅諗法啦。嗱，10隻手指都有長短啦，手足之間存在區分，父母都冇辦法保證對仔女100%嘅公正。舊陣時相處中呢，就難免都會有偏心事嘅噃。父母同仔女呢，都應該早日放低，唔好翻舊賬。過多咁提及舊時嘅嘢呢，就會影響家庭關係。該翻篇就翻篇，該收聲就收聲。第三點就係對仔女嘅不滿同埋擔憂啦。喺父母眼中，仔女無論幾大都係細佬哥嚟嘅，會一直都牽掛。當仔女同自己嘅意見不合嘅時候呢，父母往往因為擔心而口無遮攔，講出傷害仔女嘅說話，等仔女反感，同自己疏遠。所以人老咗之後呢，要學識裝聾扮啞，理解仔女，等佢哋自己去解決事情，減少干涉同埋指責，多啲支持同埋認同佢哋，有助於家庭嘅和諧。第4點，親戚鄰居嘅恩怨，人際交往中呢，親戚就有血緣關係啊，但係鄰居又住得近噃，難免就會產生一啲矛盾同埋恩怨。如果想安享晚年，就要放低呢啲矛盾，唔好件事都話俾啲仔女聽，自己啲恩怨就唔應該牽涉到下一代，影響到佢哋嘅生活。如果覺得八姑講得啱嘅，記得點讚收藏呢一條視頻，時不時翻出嚟睇下，免得忘記咗啊！係啦，記得轉俾你屋企嘅老公老婆睇，等佢哋以後多注意一啲啦。